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中国的女学生来台湾做交换学生，伊去食面，看这个菜单面顶写意面，依照因中国迄边的认知甲习惯，想讲就是意大利面的简称。结果头家甲面芳就倒，才知影原来伫咧台湾意面就是意面，意面毋是意大利面。互已经甲想袂到的是，原来台湾的意面真好食。说到番茄酱意面，我想大部分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种画面。对呢，咱想到的是这道意面。意面本人长什么样子？让大家见识一下，大家只会吃。照你讲，这道扁扁又有个嫩嫩的白面，这是咱台湾正港的意面。也不过有人的舌头是胃无共变出来。有中国学生伫台湾的餐厅点菜，看到菜单有意面，就甲点落，结果芳就倒，那毋是意大利面，意面敢毋是意大利面，简单讲法嘞。因为台湾嘛，台湾美食只有台湾的文化比较就是了解。我们自己台湾人可能都不晓得意面，有的就不晓得意面是什么。对啊，对啊。有没有遇过客人不知道意面是什么面？有，超多的啊，超多的。那呢，这上载意面是味道来？古早有这个讲法，清朝有一个做官的人姓伊，伊厝内的总铺师做面条啊捧出来，结果无细力去引导，怎摕去煎？做官的人食落了后去爱着，就甲号做意面，流传百年，意面就变意面，就是即摆定上意面的这道面。也有人讲意面的老厝是台南咸水，因为意面就爱用高天面粉，烂起来是真功夫，所以师傅拿出来烂，拿化意，转变意面。意面到底是味道来，已经差无。不过会当确定的是，意面绝对不是意大利面。在台湾，这个答案是真肯定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